再来关心刑事局警政监林明泽，伫咧做台中市刑大大队长期间，涉嫌将这个侦查的机密留去互跋筊集团。昨台中地检署是去敲出伊的办公室甲徛家，检方今仔日早起伫咧讯问了后，是照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也佮有洗钱等等的罪嫌，甲申请羁押禁见。掠到跋筊集团伫咧破案记者会说明案情的前台中市刑大大队长林明泽，伫咧年初才打上做刑事局警政监。毋过台中地检署去年咧查一件跋筊案件，所发现警方有人甲调查机密流泄出去，这个人哪像就是林明泽。初二指挥廉政署中部调查组就去敲林明泽办公的所在甲徛家，通知伊个案说明，搁约谈台中市刑大2名警官协助理清案情。林明泽是警察大学行政警察学系垃圾期，捌伫刑事局、台北市、台中市警局等单位担任重要的职务。伫咧台中市刑大期间，搁捌侦破2580跋筊集团等指标性的案件。刑事局表示，林明泽调任了后，无参加刑事案件的侦办，会全力配合调查。若是有违法，绝对会送办。台中市警局是强调，市刑大姓陈的副大队长甲姓施的科警队长，毋是像外口讲的安尼，互人带转去问话，伊是以证人的身份，甲机构廉政署协助调查。台中地检署初三讯后，认为林明泽涉嫌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洗钱防治法、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重大，而且有逃亡、灭证、伪造、串通共犯或者是证人的嫌疑，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台中报道。